再来关心中营航空罢工，今仔日已经是第8天。工会经过大家讨论了后，今仔日下正公布上新调整的诉求内容，希望头家会当赶紧来协商，咱做伙来听工会拄则说明。首先是在诉求的部分，首先是在过劳航班的部分，我们同意不在9条的航线上面争执，只针对东京以及北京的重点航线，希望能够增加过夜的月份，以及检讨目前现行的包月专飞的方案，希望提供一些配套措施。那第二个部分是在劳工参与治理的部分，我们接受公司提供的每月劳资会议、每季的董事长、总经理会议，以及每半年进行的对于组员的一些民生，例如说班表、服务流程等等的检讨会议。另外呢，工会要求揭露公司经营的必要资讯，例如说年度的招募计划，会影响全体会员权益的资讯，希望在这样子的会议中，公司能够做提供。再来是有关于原有的日资费的争议，工会昨天在会员的讨论下也同意采纳公司所谓的非安服勤津贴这样子的项目，不坚持调整在日资费，但是在核发的基准是以趟数、以小时、以长短程等等的单位上以及数额上都待协商。那最后是进搭便车的部分，就是工会也接受公司的提议，不在薪酬上做差别待遇，但希望公司能够具体的提出能够促进工会团结的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这些诉求都是在昨天一整天充分经过了工会会员的讨论之后所统整出来的方向。那目前呢，这样子的就是比较具体的方案已经提供给劳动部。